Gianluigi 同我哋講下你嘅櫥櫃同埋佢有咩過人之處。咁首先呢，呢個係意大利製造嘅產品，所以每個人睇到意大利製造就會睇到品質、創新同埋功能。例如我哋呢度櫃門厚度係22毫米，即係7%英寸。呢個櫃門嘅厚度會帶嚟一種高品質嘅直觀感受。我哋嘅櫃台封邊細節呢，係採用咗歐洲人所講嘅烘烤式處理，封邊同門板係融合埋一齊嘅，所以封邊永遠唔會脫落，唔會好似有啲貼面材料咁樣受損。佢係喺當你製造周圍都有櫃底照明，色調搭配得非常之好。你仲有可以裝面板嘅嵌入式家電，令到所有嘢都好似隱藏喺廚房入邊。抽咗有緩衝功能啊，仲有分隔件啦，令所有嘢都可以整齊排列。意大利工藝係點樣影響你對現代廚房嘅設計理念？我個理念係，當你睇到意大利人，你會睇到精緻嘅小店創意，你會睇到我哋好中意用唔同嘅方式去思考，總係想呈現一啲靚啲嘢出嚟。對意大利人嚟講咧，當你行入一個空間，可以感受到熱情，同時見到品質同美感咧，係非常重要嘅。所以無論我哋做咩，背後都有呢啲價值觀，我哋都一直嘗試更進一步，點樣先可以令到人行入咗就話哇呢個係咩嚟嘅？咁佢哋係點樣嚟到出嚟？呢啲就係我哋背後嘅價值觀。你覺得買家親眼見到呢啲櫥櫃同木工嘅時候，最令佢哋驚喜咁會係咩？我覺得大家未必會預期見到呢種產品呢種嘅設計。當佢哋去睇樓嘅時候，通常會想像嗰度只係照搬以前行得通嘅嘢，容易整夠快，大家又會滿意就算。但係當佢哋睇到呢度，會見到設計係真正落實咗，佢哋會見到細節，佢哋會見到品質，行入咗嘅感覺會完全唔同。呢種感覺會令佢哋覺得好有歸屬感，正正係冇嘢揾緊我嘅。呢樣嘢會令佢哋話：你知唔知呢度可能就係我想住嘅地方？咁佢未必會即刻明白，係因為櫥櫃。但正如我哋所知，我哋有90%時間都係喺廚房同睡房度，而喺廚房入邊，你有啲咩就係櫥櫃。咁所以我哋大家最終會明白，但係一開始只會覺得好驚訝。我真係估唔到會係咁。呢種氛圍、呢種感覺、呢種熱情，自然就會令佢哋想買呢個單位。因為通常喺獨立屋先會見到訂製設計，而唔係公寓，係咪？係啊，你通常只會見到照抄嘅設計，係咪？基本上佢哋去都係嗰啲概念。喺呢度你可以見到有人係用心睇過，有人思考過，並將細節付諸實行，仲有品質。所以如果你睇下，如果人哋喺呢度都冇花心思，就代表其他嘢都會有同樣嘅品質水平。所以我好放心去，你知啦，俾首期。想像下喺呢度生活，呢個就係你而家最想感受到嘅，因為周圍都有好多公寓供應，有好多唔同嘅產品，間隔肯定好靚，甚至連出邊嘅位置都係。但係你住喺邊呢？你係住喺廚房嗰度先係你生活嘅地方。廚房係屋企嘅核心，廚房係屋企嘅核心，所以你要確保呢個核心運作正常，而且裝修得妥妥當當。當你望住呢度，你就會有嗰種感覺。而且好多時呢啲購買行為都係衝動嘅，係你會喺數據去間隔，但係你一定要有感覺，因為產品就喺度。所以當你行入嘅望住呢度，你會話好，呢個唔簡單，呢個俾到我嗰種感覺，令我好舒服嘅去了解多啲呢個地方。呢個就係你想要佢。咁你個人對廚房嘅品質同表現有咩要求呢？例如有冇乜特別地方你會比較重視？首先我想睇下嘅細節啊，所以廚房嘅封邊細節係非常重要嘅，因為而家睇落好靚㗎，但係我希望10年後都仲係咁靚。係5年後都係，我唔想要佢今日睇落好靚，但係好快就變差啲嘅。所以封邊細節呢，仲有飾面，呢種飾面係咪真係經得起時間考驗？係咪只係流行一時？呢啲係永恆嘅設計，呢啲係而家睇落好好，而家會好好喎。10年後都依然會睇好。我會睇五金配件嘅整體品質，所以一定要有緩衝靜音功能，唔係淨係今日用到10年後都要仲用到啦。打開洗手盆櫃位嘅小細節，你有放垃圾桶嘅儲物空間，所以你睇好似呢個情況，我哋可以利用一啲原本會浪費咗嘅空間。呢樣嘢令我覺得設計者係有考慮過嘅，連思考過程都有品質保證，我會嚟整體嘅觸感同感覺。呢個摸落似木，睇落亦都似木，好結實，
好堅固，令我明白呢個產品係好襟用嘅 Grand Collection 嘅產品咧，其實係點樣支援日常生活同埋長期價值嘅咧？產品本身只要設計得好、組裝得好，就唔會貶值。呢個廚房就算10年後佢都唔會貶值，因為佢係有心設計、有理念嘅。呢度用嘅材料好唔同，我哋嘅供應商真係會揾咗好襟用嘅產品，所以點樣保值就係佢你點樣將佢哋組合埋一齊。如果你係用心去組合，好似呢度咁就係第一步。而呢個睇法一定要變成現實。現實就係呢啲組件咧，呢啲組件全部都係頂級品質，所以呢啲組件可以確保，就算你每日每刻都用呢個廚房，用咗好多年，佢依然咁有價值。你嘅睇法係，你將來想換，只係因為款式過時，或者有咁大變動，而唔係因為咁壞咗而要換。所以我哋有呢種永恆設計，冇錯。冇錯，呢種冇手柄嘅外觀呢，係一種帶有溫度嘅冇手柄設計。因為有時啲人覺得冇手柄會覺得太現代啦，唔係每個人都會中意，係有時限性嘅。唔係當好似呢種設計咁，個概念幾乎係消失嘅。你咁遠處你唔知手應該擺邊，但當你行近你就好清楚應該擺邊，而且佢喺概念上面全係一氣呵成。呢種冇手柄嘅設計係咪而家越嚟越常見？冇手柄設計係而家嘅趨勢，亦都係未來。個諗法係冇人唔想喺廚房見到太多嘅。當你睇下呢度，你已經一定要有個抗盤，你一定要有個焗爐，所以呢啲電器已經喺空間入邊造成咗視覺中斷。你唔想再加多一個元素，好似手柄咁，除非係有需要。其實喺雪櫃嗰邊加手柄係好事，可以令你開雪櫃開得更快、更輕鬆。呢個手柄真係好靚。係啊，佢係一種設計咁，但係又唔會太誇張，係一個細節，佢變成咗一個實用嘅細節。相比之下呢，呢度要簡潔，要有連貫感，呢個就係設計簡約、高雅，而且係永恆嘅。喺呢個廚房，你最中意邊部分？點解呢？我好中意個佈局，頂部嗰個橋，好似我哋嘅稱呼語，係一種帶嚟唔同感覺嘅設計，去令成個廚房更完整，感覺更加大氣。所以絕對係個框架嘅外觀。我中意玻璃嘅質感，但係佢唔係透明玻璃。同樣地，有啲人可能唔中意，因為冇人唔想俾人冇晒入邊佢嘅。但係呢種設計可以令你隱約見到入邊有咩，但係又睇唔清。你睇唔清入邊究竟係咩？呢個亦都係我最中意嘅部分。冇錯，呢個設計真係唔錯。你仲有燈光，如果你唔想要可以熄咗嘅燈，冇創造嘅用途、創造嘅意圖，呢個就係我好中意呢個廚房嘅原因。同時佢亦都好實用，因為你有個抗盤，有著名嘅工作三角區，嗰邊有雪櫃，呢度有主食區，仲有個中島可以做準備功夫，又可以招待客人，所以呢個係一個為人而設嘅空間。呢個就係我好欣賞呢個廚房嘅地方。用一個詞語形容我哋嘅宏偉系列，咩詞語？點解？宏偉，因為當我行近呢個產品呢個概念，然後望住佢嘅時候，我就係有呢種感覺。呢個就係我哋感覺宏偉同埋永恆，或者俾我用兩個詞語。好啊，宏偉同埋永恆，完美。非常之多謝你。多謝。